Hello，你好嘛，我係阿貝。咁咧話說咧，而家飛日本嘅韓食選擇咧就多咗好多啦。咁個 trip 我都會飛一個咧，我係第一次去嘅日本機場啦。咁喺邊咧？就係小松機場啦。得啦，請注意搭乘 UO802號班機前往小松，現正最後召站。小松機場係位於日本石川縣南部，即係呢一度係離金澤咧最近嘅機場。如標題所顯示，今個旅程係一個日本中部之旅，但就有別於以前我哋去中部嘅行程，通常都會去愛知、岐阜、長野嗰一邊。今次我哋係會同大家一條直線咁樣由石川縣再去福井縣，然後滋賀縣，最後玩到三重縣啊！所以去程就係由石川縣嘅小松機場出發。回程就係由名古屋中部國際機場離開，係一個唔走回頭路嘅日本中部旅程。咁依家只有 Hong Kong Express 有同時飛小松同埋名古屋兩個城市，所以今次我哋就係搭佢啦。而今個 trip 大部分嘅景點我之前喺 YouTube 都係冇拍過噶，尤其是我係非常之期待最後一晚係三重縣嘅住宿，所以大家一定要由頭睇到尾啊！OK， 咁依家話咁快我哋就到咗小松機場啦。小松機場就唔係好大，但去金澤嘅交通就好方便。一出機場就有巴士站，除咗金澤之外仲有去加賀溫泉、去小松站同埋福井站嘅巴士噶。咁去金澤嘅巴士票價係1300 yen，正常一落機好快就會有巴士搭，因為佢會配合翻航班嘅抵達時間而開出巴士。好似我呢一次過晒海關出到嚟，隔咗25分鐘就有巴士開出啦。咁車程係大約45分鐘。哇，咁快就到咗金澤啦！咁我哋今晚就入住金澤站東口附近嘅 Smile Premium Hotel。咁就係2張單人床合埋一齊嘅雙人房嚟，都幾大間㗎，比起平時嘅商務旅館。但貴嘅平日價錢都係500-600蚊一晚，不錯不錯。咁依家我哋已經食飽啦，咁我哋就係去咗喺酒店附近步行5分鐘距離嘅屋台嗰度食啊。呢度係金澤屋台，一共係有8間屋台㗎，可以食到炸雞、串燒、能登嘅海鮮、金澤嘅風味小食，應有盡有。咁我哋就隨便入咗一間試下啦。哇，佢嘅食物係比我想象中更加好味，尤其係雞泡魚一夜光串同埋能登牛雜煮。個牛雜煮無論牛肉、牛筋同埋蘿蔔都係超級軟腍、超級入味，好正啊！我哋 encore 嗌咗2次添啊！好啦，咁我哋第一日嘅行程就喺度完結啦。咁聽日我哋就會一早出發，租車北上去呢個能登半島啊，未去過噶，好期待啊！所以石川縣行程嘅第一站，我哋嚟到七尾市能登半島海邊上嘅能登島水族館。水族館嘅面積都幾大，分咗好多唔同嘅區域，合共展示約300種類嘅海洋生物，包括世界最大嘅魚類鯨鯊。而且館內仲有好多表演睇添啊！而我係冇諗過入到門口2秒就即刻帶嚟咗一個視覺衝擊。呢個就係水族館嘅其中一大亮點，水量超過1000噸嘅大型水槽青之世界。喺呢度可以從多個角度觀察鯨鯊同埋其他大型嘅魚類。只要一直沿住斜坡嘅路線行，就會發現一個比一個大嘅玻璃窗，然後一個比一個驚喜嘅水槽畫面啊！呢個設計真係非常好，真心睇到唔捨得走。但係館內仲有好多表演等緊我啊！首先有海豚嘅表演。然後仲有一個可以跟住企鵝散步嘅環節。Oh my god， 太可愛啦！
另外咧，想講水族館嘅光影效果設計咧，非常之有心思，可以令我哋咧彷彿咧進入咗海洋世界裏邊咁啊！而我咧仲好中意呢度有好多咧可以觸摸到生物嘅互動元素，蟹幾好得意。咁依家咧我就試下呢個不思議水槽體驗啊！係咩咧？就係放你手入去，俾啲魚咧食你啲死皮啊！嚟啦，啱啱就已經洗咗手噶啦，緊張啦！哇！第一次啊，好中意啊！好似按摩椅咯，即係咁震咯，好似幫你按摩隻手咁，好得意啊！哇！估唔到係有咁多，我睇對面個小朋友得幾條嘅啫喎，即刻白滑晒，係咪白咗咧？咁倫敦島水族館呢度呢，其實係最近呢先重新開業，係一個呢代表倫敦地區呢重新起步嘅象徵。覺得呢度呢唔只係展示海洋生物，仲係展示緊呢一個地方點樣一步一步咁樣復甦，會感受到成個地方呢都喺度努力振作中，即係另外一啲感動嘅感覺。加上呢，我覺得呢度其實呢都真係幾多嘢睇嘅，好值得大家親身過嚟感受一下。下一站我哋就嚟到倫敦一間好出名嘅壽司店，叫做 Nobu 壽司，位於和倉溫泉站嘅附近，係一間擁有典型日式建築風格嘅壽司店，內裏嘅環境非常之靚。咁店員推介我哋試佢哋嘅9貫壽司套餐。咁呢度嘅壽司我知道海鮮類除咗呢個蟹棒之外其他都係嚟自倫敦嘅海鮮嚟噶，同埋佢嘅壽司飯都係嚟自倫敦噶，所以呢一盤壽司只可以喺呢一度先食到噶。哇，非常之好味，勁爽口，勁彈牙嘅質感，同埋佢係可以一咬即斷。佢個蝦好細心，佢條尾已經炆咗俾我哋，好味喎，你覺得咧？好味啊！超好味。係咯，咩名？咩啊？呢個你食岩螺啊？係倫敦嘅海鮮，佢同頭先嗰個貝類嘅口感差唔多，但係硬少少咯，但係都係非常之爽口，好味。挑戰拖羅先，嚟去到好肥，但係個魚味好正。海膽見唔見到啊？有3隻色，好甜，好新鮮。食咗咩海膽？好甜。佢好似3款咁樣啦，但係3款都冇出事啦。3款好似 blend 埋一齊，然後就好味，好甜。真係每一嚿都可以食到當地魚生嘅鮮甜味道，全部都好高水準。我覺得呢個性價比真係好高啊！而且佢仲包埋茶碗蒸、味噌湯同埋甜品。呢個蝦頭味噌湯又係鮮甜到不得了，實在係令人太滿足啦！去旅行食完正餐，當然要繼續食甜品啊！喺和倉溫泉區裏邊，竟然有一間設計得好新穎嘅店鋪。呢一間就係倫敦 Miluku。主打係用倫敦本島本地牧場嘅新鮮牛奶製作嘅奶製品，絕對無添加。包括呢一批勁吸引嘅自家製 Gelato，佢嘅口味係非常之多，絕對係會有選擇困難症。咁我哋最後就叫咗栗子、芝麻、牛奶同埋每日限定嘅蘇華口味。因為芝麻味好濃郁啊，相比栗子個味道係重好多嘅，所以芝麻味大勝。如果用栗子比嘅話，牛奶味同埋呢個蘇華味，佢係3個味道合併嘅，幾好特別，要加100英，竟然係杏仁霜嘅味道，好特別，但係有啲唔係我杯茶嘅感覺。蘇華味係血橙、杏仁同埋芒果3種口味組成嘅，就係由全日本最年輕、考獲 Gelato 大師資格嘅蘇華設計㗎。呢度門口就係巴士站，喺和倉溫泉站或者七尾站都有巴士可以過到嚟㗎。喺溫泉區行逛多一陣，又發現一間裝修設計好靚嘅店鋪，原來係食團子嘅，同埋得知呢間店同剛才嘅倫敦 Milk 都係由同一位出身呢度嘅設計師操刀，唔怪之得咁靚啦。有時有啲丸子會係出邊硬入邊先軟啦，咁我就唔係好中意嗰啲嘅，咁呢個就冇呢個問題，係算夠。呢度軟腍腍嘅，同埋我就係中意食甜嘅丸子嘅，所以我就嗌咗呢個黃豆粉黑糖味。喺和倉溫泉區呢度仲有一個好值得一睇嘅地方，就係和倉溫泉祭典會館。依家就係逢星期5、6日開放，內裏重點介紹倫敦半島7美市嘅4大代表祭典，包括5月黃金週期間舉辦嘅清柏祭、
每年都會展示3架日本最大重達20噸嘅木製花車喺七尾灣風景如畫嘅小漁村窄巷之中穿梭。然後仲有8月第一個星期六舉辦嘅石岐鳳燈祭，最大特色係會有一座高達約13米嘅巨大鳳燈，由大約100位壯男用膊頭托住咁樣快速遊行。可以見到全部巨大燈籠喺夜晚亮起呢，真係靚到不得了啊！哎呀！其實呢架車咧平時係唔俾女仔掂噶。第3個祭典就係每年9月20號舉辦嘅御紅甲祭。咁到時咧係會有多支高達約20米嘅巨型大旗，由好多人舉住咁樣巡遊。佢哋咧仲會將支旗咧壓到咧幾乎貼近地下，但係咧始終咧都係唔會跌落地嘅。相信係代表無論遇到幾大困難，都會堅持到底啊！最後一個特色祭典就係7月最後一個星期六舉辦嘅能登島向田之火祭。呢一個係全日本嘅3大火祭之一。當晚島上嘅人就會將高達大約30米嘅大松明點燃，火焰咧係會好誇張，好似直衝天際咁。最後大松明咧會自然倒下，如果落向海邊咧就代表嚟緊一年咧會漁獲滿滿，落向山邊咧就代表農作物大豐收啊！咁我本身咧真係冇聽過呢4個祭典，但認識過後咧真係大開眼界，4個咧都勁壯觀，有機會咧都好想親身感受一下，尤其係第一個青柏祭。因為我知佢哋嘅日本最大木製花車遊行，遊客係可以親身參與，加入隊伍一齊幫手拉動㗎。喺能登半島嘅最後一站就係千里賓珠海濱公路。乍眼睇佢好似只係一條好長嘅沙灘，但由於呢度嘅沙粒又細到只有0.2 mm， 吸收水分之後會變得非常之結實堅固。所以呢度係全日本唯一可以直接揸車上沙灘嘅海岸道路啊！唔止係私家車、電單車，連旅遊巴都可以喺沙灘上面行駛啊！揸住車沿住日本海咁樣行，你會聽到海風聲、海浪聲，然後你又會見到呢一片拉到好遠嘅地平線，呢一種無遮無擋嘅感覺好自由。最正嘅係你可以隨時停低落車喺沙灘嗰度行。真係令成個身體都瞬間放鬆晒啊！呢度真係好特別，好舒服啊，有一種好自由嘅感覺啊！但係美中不足就真係見唔到個日落啊，因為度係非常之出名嘅日落勝地啦。但係都係嗰句，留翻呢個遺憾，下次再嚟啦。咁我哋而家就上翻車去第二個景點啦。出發前講多個資訊俾大家先。咁沙灘旁邊仲有咖啡。可以俾大家一邊望海一邊飲嘢。另外仲有遊客最愛嘅大型手信店，裏邊有好多石川縣嘅特產手信可以買到噶。所以呢度就係自駕遊好值得一去嘅地方啦。晚餐嚟到金澤一間擁有100年歷史嘅丁家建築餐廳，呢度主打懷石料理。最特別係佢哋將金澤代表性嘅鄉土料理金澤おでん用懷石料理嘅方式重新演繹。咁金澤おでん即係關東煮嘅金澤版本。咁兩者最大唔同就係平時關東煮多數都係醬油湯底，而金澤版本就係用昆布同魚介熬成嘅透明清湯，係好鮮甜好清爽嘅。而呢度嘅金澤おでん配料比出邊食到更加精緻特別，當中仲帶點西式嘅感覺。我最中意就係配上黑喉魚嘅呢一碗啊！黑喉魚燒過之後勁香口，魚嘅油脂就喺清湯裏邊散開，非常之好味啊！懷石料理嘅其他菜式都非常精緻，石斑魚嘅刺身、味噌燒蠔、能登牛，仲有茶漬飯都係非常之好味。旅行嘅時候我真係好享受呢一種可以慢慢品味到一個地方風味嘅感覺。好多謝用心製作嘅美食，為我呢一日嘅旅程畫上咗完美嘅句號。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加賀油禪嘅絲綢染色技術呢？佢係代表金澤嘅傳統工藝之一，已經有300多年嘅歷史。特色係以加賀五彩作為基本嘅色調，再配合自然嘅花紋同埋傳統嘅圖案，成品通常都係柔和又精緻。
第3日嘅行程，我哋一早咧就嚟到距離金澤21世紀美術館5分鐘步行距離嘅阿卡利亞進行加賀有禪嘅手繪體驗。咁呢間工房咧已經有超過120年歷史噶啦。體驗嘅第一步就係揀圖案，之後老師咧就會用天然嘅露草藍色液體輕輕咁樣畫咗草稿俾我哋先。咁呢個露草顏色咧最後咧係會洗得走。然後咧就到我落場啦。咁我咧就係要運用呢5隻嘅加賀五彩顏色，再配合白色嘅顏料，調校出深淺同埋漸變色嘅效果。咁其實我嘅初衷咧係想跟翻咧佢嘅 sample 嘅顏色嚟游嘅，因為我覺得咧好靚啦。但現實中咧其實好難噶，睇下依家嘅配色就變咗另一個屬於我嘅風格咁樣啦。咁上完色之後呢，仲有一個水洗步驟，將頭先用嚟畫草稿嘅露草慢慢沖走，然後就會剩翻呢真正嘅染色圖案啦。最後完成嘅感覺咧，係比我畫完之後咧靚，因為佢淺色咗，同埋咧佢甩咗本身嗰個底線，好靚。係咪都好唔錯呢？咁除咗手繪嘅體驗之外，加賀有禪仲有另一種技法叫做形染，喺呢度咧都可以體驗到，而且仲簡單好多，唔需要畫草稿，只需要揀喜歡嘅模具，再套上布面，然後輕輕咁樣噴色，圖案咧就會即刻出咗嚟，效果咧都非常之靚啊！石川縣嘅傳統工藝咧真係好多，下一站我哋嚟到湯之國之森，呢度係一處結合大自然加傳統工藝主題嘅大型體驗設施。呢度嘅最大特色係有超過50種嘅傳統工藝可以體驗，包括做和果子、做蕎麥麵、染布、吹玻璃、金箔貼、和紙製作、山中漆器、九谷燒陶藝等等等，真係咩都有啊！而且大部分咧都唔使預先預約，直接去到話想報名體驗咧就得噶啦。咁全個園區一共有11個主題館，全部咧都係江戶至到明治年代建成嘅古民家保留落嚟，再放喺園區呢一度。每間咧都有唔同嘅工藝主題。我哋依家咧入去金箔之館睇下。金澤咧係日本咧金箔產量咧超過99% 嘅地方。基本上你喺日本見到嘅金箔咧，多數咧都係金澤嘅出品。咁裏邊咧有一個無論天花、屏風到榻榻米咧都係金箔做嘅展示，非常之金，非常之勁啊！然後呢度有一個可以即場參與嘅金箔貼體驗，可以揀選咧自己想貼嘅物件。我覺得呢個碟咧非常之靚啊，只係1500yen就可以體驗到啦。另外呢度仲有好多金箔相關嘅產品咧可以買到，想買手信咧都好方便。輪島陶漆器咧係石川縣一項超過1000年歷史嘅傳統工藝，每件作品都要經過100個以上嘅工序，非常之講究。入邊有一個好特別嘅技法叫做沉金，咁大家嚟到呢個館咧就可以體驗到。咁同貼金箔咧唔同，沉金係要先喺漆器嘅表面用超幼嘅刀刻出咧好細緻嘅紋路，再將金粉灑落去呢個刻痕裏邊，成品咧出到嚟咧好有質感，係一個咧好值得試又唔難上手嘅工藝體驗啊！咁講咗咁耐，究竟我最後揀咗啲咩體驗試下呢？就係九谷燒之館裏邊嘅食物模型體驗啦。整呢一個壽司模型，咁老實講，揀呢個體驗呢，其實我係俾呢一啲九谷燒嘅小碟呢所吸引住，因為呢體驗呢係包埋每人可以揀一隻碟噶，係呢用嚟最後呢將你嚿壽司模型呢放上去嘅。九谷燒嘅特色係色彩鮮艷、線條細膩，再加埋呢充滿日本傳統元素嘅圖案，真係非常之靚。而成個整壽司模型嘅過程呢，比我想象中呢更加簡單。咁如果咧唔想整啲太複雜嘅嘢嘅朋友仔咧，可以試下嘅。但如果俾我推介嘅話咧，我會推介大家咧體驗剛才介紹嘅輪島陶漆器體驗多啲啊。一陣嘅三文魚壽司同埋呢一個中拖羅壽司完成，似唔似咧？而成個湯之國之森嘅範圍咧真係相當之大，我咧都去唔晒咁多地方。而我知道咧紅葉季呢度咧其實仲會開滿紅葉。到時咧，大家可以去着物之館嗰度咧租和服影相，畫面一定超夢幻啊！另外呢度仲有好多打卡位，包括最新嘅呢一個單色空間攝影區，入到去咧真係好似置身喺漫畫裏邊嘅 2D 世界咁，勁得意啊！
而園區裏邊咧都有幾間餐廳咧可以食嘢，不過味道咧就唔好抱太大期望啦。總括嚟講，如果大家中意體驗同埋影相嘅話咧，呢度咧真係可以預留半日時間咧都冇問題。咁交通咧亦都好方便，喺律津站同埋加賀溫泉站都有巴士咧可以嚟到噶。好啦，依家咧我哋嚟到咧今個 trip 喺石川縣咧最期待嘅行程啊，就係入住山中溫泉嘅溫泉旅館。但係咧依家咧我哋就未 check in 住，因為想帶大家睇下一個咧好有特色嘅橋，同埋一個好有特色嘅地方。咁呢條橋咧就叫做Oyatori Hashi。咁有咩特色咧？我哋過去睇就知噶啦，好靚噶。Oyatori 係日本一種傳統花繩小遊戲嘅名稱，即係咧用繩配合雙手變出唔同形狀嗰個咧。咁呢條橋就係建築師以呢個小遊戲為靈感咧而設計，所以橋咧又名花繩橋。橋身咧呈螺旋彎曲嘅形狀，橫跨成個鶴仙溪，影出嚟咧真係好特別，好有設計感。咁花繩橋咧係位於山中溫泉區鶴仙溪遊步道嘅入口附近。過咗橋之後咧，沿住步道大約行2至3分鐘，就會到達剛才咧我講嘅另一個好有特色嘅地方，就係呢一度沿住鶴仙溪溪流而建嘅川床咖啡，係咪靚到不得了呢？唉，勁開心啊！呢度超靚啊！喺個瀑布隔離，喺度品嚐呢一個下午茶甜點啦，係啊，好開心。好中意啲大自然嘅地方啊！啱啱好再一次喺佢閂門之前嗌到呢個食物。佢係4點閂咯，我哋而家係3點38分，我哋有4個字、5個字左右食，而且唔係好貴咗呢度，都要700 yen就可以坐低，然後食呢一個抹茶丸子甜品，仲有杯茶咁樣咯，好開心。呢啲融合大自然嘅舒服咖啡，絕對咧係我喺日本咧最不能抗拒嘅地方啊！超中意呢一度，但係咧要注意翻。川床咖啡咧係季節限定，冬天咧係唔開㗎，每年咧只係得4月至到11月先會開放。好，咁剛才講過啦，我哋今晚就係入住山中溫泉嘅溫泉旅館。咁咧可能睇山中溫泉咧，大家會覺得有啲陌生。但係咧，如果咧講加賀溫泉咧，大家嘅熟悉感有冇多咗呢？咁山中溫泉咧就係加賀溫泉鄉嘅4大溫泉區之一啊。咁依家去加賀溫泉咧係非常之方便嘅，因為2024年北陸新幹線通車之後咧，大部分加賀溫泉鄉嘅溫泉旅館都會有專車可以喺呢個站嗰度接送你過去。包括我今晚入住嘅呢一間山中溫泉花見九兵衛旅館，有別於一般嘅傳統旅館啦。花見九兵衛嘅內部裝修咧，我覺得係幾有設計感嘅喎。知道佢哋咧啱啱係翻新過，而且咧佢哋好特別啊，提供咗咧好多體驗活動俾旅客。就好似剛才我哋試咗咧自己製作燒團子同埋燒仙貝嘅體驗，我覺得比想象中咧好玩好多喎。雖然看似簡單，但係當中都有技巧㗎，好似咧點樣唔燒燶佢啦，仲有幾時反轉個仙貝咧都係要自己拿捏好㗎。燒仙貝嘅時候咧，望住佢巴啦巴啦咁樣放大咧，真係好得意啊！同埋咧，即燒即食嘅感覺咧，就係比出邊咧更加好味啊！另外咧，佢仲有茶道體驗啦、日本酒試飲體驗等等等等，都係唔使額外俾錢㗎，係咪好正呢？係啦，咁講咗咁耐，係時候介紹一下咧，我哋今晚入住嘅房間。咁呢一間咧係和洋室客房，房間咧非常之大，有榻榻米嘅位置，但我哋咧就唔係瞓榻榻米，因為間房咧都有2張有床褥嘅床俾我哋瞓。咁窗邊咧仲有小茶几同埋2張小梳化。咁窗外邊嘅景色咧，如無意外咧係望河景嘅，不過而家黑晒咧就睇唔到。咁我會補翻個朝早畫面俾大家噶啦。而廁所、浴室同埋梳洗位置咧都好大好乾淨，就係咁啦。咁說時遲那時快咧，我哋呢一刻咧都已經食埋我哋嘅晚餐啦。晚餐咧就係屬於半自助餐嘅形式，本身咧就預備咗刺身、和牛壽喜燒同埋烤魚俾你，其他食物咧就可以自己出去拎。咁整體嘅食物質素咧，我會形容係高質嘅。佢嘅刺身咧係非常之新鮮，好好味。和牛咧係入口即溶嘅。另外佢俾嘅烤魚咧，竟然係黑喉魚添啊！我最愛嘅黑喉魚啊！最後咧食完晚餐喺大堂咧，仲有一個咧可以任食雪糕巴菲嘅位置。咁雖然佢嘅配料選項咧唔算好多，但坐喺大堂嘅位置咧勁舒服，有好超好放鬆嘅感覺啊！
而呢一間旅館仲有一個令我好驚喜嘅溫泉服務，就係佢有3個嘅太設露天風呂咧，俾住客預約。重點係唔使加錢㗎，咁咧就係先到先得嘅。由於咧我係5點鐘先 check in 啦，所以咧我就係拎到咧最晏嘅時段。冇錯，佢咧係放個牌出嚟咧，俾大家咧自己揀時間嘅。所以如果大家想有選擇權嘅話咧，就要早啲 check in 啦。但係咧，我就覺得咧呢段時間啱啱好啦，因為咧我錄呢段嘢咧錄咗我好長嘅時間啦。咁依家就幾點啊？係咯，搭7，啱啱好。咁就同大家一齊落去呢個露天風呂睇下咩模樣啦。咁我哋 book 咗呢個時段咧，就係全部屬於我哋噶啦。Go go go！好啦，我哋入咗嚟啦，太設露天風呂水花呢一間3間其中一間啦，咁就係咁樣啦，好大個空間啊！咁呢度就係有一個梳洗嘅位置啦，即係度就有個風筒可以吹埋頭，之後度有啲架啦，仲有2張凳喺呢度，係啦，換衫就喺呢度，但係都唔係重點，重點係出邊，正啊！你嘅露天風呂啊 ，feel 到個寒意啊！而家係10月尾嘅天氣，啱啱好啊，浸溫泉。好啦，咁而家就唔講咁多啦，除衫啦，要脫啦，拜拜。可以獨享大眾露天風呂嘅旅館咧，真係好少見，所以我當然唔可以浪費佢哋對住客嘅寵愛啦。夜晚浸完，朝早咧要去再浸多一次。因為夜晚咧，其實乜景都睇唔到，但朝早一打開門，哇，個景咧靚到爆啊！面前就係山中溫泉嘅溪谷景色，不得了，好正啊！情侶之間咧唔使分開，可以一齊浸溫泉咧，真係好開心。咁大家嚟中部旅行咧，就記得 book mark 呢一間花見九兵衛，價錢唔算好貴，但係食物質素非常之好，仲可以浸到私人嘅露天風呂，我覺得 CP 值咧真係好高啊！